成是在天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并且当事情不太顺利时，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，若事情已经绝望了，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，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，我们会高兴地说天地昭昭，老天有眼，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，并不表示就不存在。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，虽然看不见电波，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，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，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。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，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，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，万物的创始者，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新约翰福音1:1。圣经创世纪1:013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而在水中南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地未生人以来，至今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